6月17日，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經上記着說：我兒，要留心聽我的言辭，側耳聽我的話語，都不可離你的眼目，要存記在你心中，因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醫全體的良藥。箴言4章20至22節。讓我哋同來思想經上嘅話，這段經文蘊含着深刻嘅智慧與溫情，猶如長輩對晚輩嘅循循教誨。留心聽和側耳聽，強調了專注聆聽嘅重要性，提醒人們對這些言語不可輕忽，因它不僅是知識嘅傳遞，更是引領人生嘅指南。唯有銘記於心，才能真正領會其中嘅奧秘，而得了生命和醫全體嘅良藥，則道出了這些言語滋潤心靈、治癒全人嘅能力，讓人在生命旅途中得着力量、慰藉與更新，指引人們走向正確嘅道路，活出有意義嘅人生。讓我們同心禱告。主啊，感謝你賜下寶貴嘅話語，讓人能夠認識真理。你傳備嘅律法，使人心靈蘇醒，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快活人嘅心，能明亮人嘅眼目。主啊，倘若我哋嘅耳朵發癢，厭煩主純正嘅道理，不理會主嘅教導，求你用夢同埋夜間嘅異象開通我哋嘅耳朵，將當受嘅教訓印在我們心上，好叫我哋不從自己嘅謀算，不行驕傲嘅事。求你每早晨提醒我哋嘅耳朵，使我哋能聽，像受教者一樣。求你開通我哋嘅耳朵，使我哋不會違背主嘅教訓，也不會退後。求主幫助我哋能夠留心聽主嘅言辭，側耳聽主嘅話語，都不可離我哋嘅眼目，要存記喺我哋嘅心中，好讓我們能夠得着生命，得着醫全體嘅良藥，靠主得勝。求主施恩幫助我哋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門。心靈回響，主的話是世人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，使人能在光明中行走，活在美善中。心願凡有耳的，就應當聽。